各位老友，歡迎嚟到越聽越順。我係一鳴，未訂閱嘅朋友記得順手訂閱撳埋個通知鐘仔，咁樣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期嘅精彩內容啦。今日我想同你傾一個好多人呢幾個月都不斷喺度問我嘅問題。2026年唔經唔覺已經行咗一半，你有冇發覺上半年好似做乜都唔係好順？明明好努力，但係啲錢就係唔入你個袋。明明睇住個機會喺眼前，但係硬係爭臨門一腳，俾人截咗胡。如果你都有呢種感覺，唔使灰心，因為真正嘅轉捩點查實係喺下半年。上半年只係一個熱身，一個沉澱，下半年先至係真正嘅戲肉，係一個運勢大洗牌嘅關鍵時刻。我成日都同人講，人生呢條路就好似一條河流咁，佢唔會係一條直線一帆風順咁樣流入大海，佢一定會經過好多彎彎曲曲，經過斬崖，經過淺灘。你上半年可能就係流經一個比較窄、比較急嘅河道，你覺得好吃力、好有壓力。但係只要你堅持住，繼續向前行，一到咗下半年，你就會發現眼前豁然開朗，河流突然之間變得廣闊，水流亦都變得平穩。呢個就係大環境嘅氣場轉變帶俾你嘅影響。尤其係有3個生肖，佢哋上半年可能都好鬱悶，好似俾一嚿雲罩住咁，但係一過咗中線，佢哋嘅運勢就會好似坐火箭咁一飛沖天。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就係呢3個生肖之一，咁你今日就真係要留心聽啦。如果你唔係，你都要聽埋落去，因為我會教你，就算個天掉錢落嚟，你都要識得去接先至得㗎。我先同你講一個好真實嘅例子。我識得一個朋友，佢係做設計嘅，自己出嚟開公司抄測試。呢個朋友我哋就叫佢做阿傑啦。阿傑佢後生嗰陣係讀平面設計嘅，畢咗業之後喺好幾間大公司打過工，儲咗一啲經驗同人脈，就諗住自己出嚟做一番事業。佢嘅設計查實係好有水準嘅，攞過唔少獎項，業界都好認可佢嘅才華。但係做生意呢樣嘢，除咗實力，仲要講少少運氣同埋個天時地利人和。今年上半年，佢嘅生意可以用慘慘2個字嚟形容。佢成日都喺度呻，話啲客唔知去晒邊，明明以前成日都有來往嘅熟客，都突然之間咪晒聲氣。佢主動去敲門，去發送報價單，好多時都係石沉大海，連一個回音都冇。就算好唔容易傾到有個 project， 明明傾到七七八八，簽約嘅一刻，個客就會突然之間話唔好意思啊，阿傑，我哋公司上頭話今次個預算要 cut， 呢個 project 要暫時 hold 住先。又或者係俾一啲競爭對手用一個佢根本冇可能做到嘅低價橫刀奪愛搶走咗。佢試過有一次，為咗一個大客戶嘅項目，佢同佢嘅團隊足足挨咗3個通宵，個個都做到眼紅紅，終於喺 deadline 之前起好晒個設計稿。個客戶睇完之後都讚不絕口，話好滿意。但係到咗要簽約俾訂金嘅時候，個客戶先至話佢哋爭司內部有啲變動，要暫時 hold 住，等通知。一等就係成個月，最後石沉大海。阿傑佢連追咗幾次 email 都冇人覆。佢同我講，佢嗰陣時灰到真係想過放棄。佢話成個人都冇晒自信，開始懷疑自己嘅能力係咪真係咁差。佢覺得自己好似企喺一個好黑嘅隧道入面，
完全見唔到盡頭，見唔到任何曙光。佢甚至連公司嘅租金都開始擔心，每個月要交租嘅時候，佢都好大壓力，要周圍同朋友周轉。佢諗過好唔好，索性執咗間公司返去打工算數，起碼每個月都有份穩定嘅收入，唔使咁擔驚受怕。佢話佢嗰陣時成日都發噩夢，夢見自己俾人追數，夢見公司倒閉，醒咗之後成個人都出晒冷汗。但係你話個天係咪好中意同人開玩笑？佢就喺佢最絕望，差唔多要放棄嘅時候，神奇嘅事就發生咗，踏入咗下半年。唔知點解佢公司嘅電話突然之間多咗好多，以前一啲佢 send 咗無數次 email， 打咗無數次電話都唔睬佢嘅大品牌，竟然主動打嚟話有個好大嘅 project， 想邀請佢哋公司去參加報價。有一次，一個國際知名嘅品牌嘅市場部總監親自打俾阿傑，話佢哋喺網上睇到阿傑以前嘅作品，好欣賞佢嘅風格，想邀請佢哋合作一個全亞洲區嘅推廣計劃。阿傑聽完個電話之後，成個人都震晒，唔係因為驚，而係因為開心同激動。佢喺1個月之內簽到嘅單係上半年嘅總和仲要有多，仲要係一啲利潤好高、好有挑戰性嘅大項目。佢完全唔知發生咗咩事，佢只係覺得好似成個世界突然之間又變返好美好咁。以前覺得好灰暗嘅天空突然之間變得晴朗，以前覺得好吃力嘅生活突然之間充滿咗動力。係佢太太後尾上網睇生肖運程，先至同佢講，老公，你呢個生肖下半年係轉運㗎，話你會暴富大翻身喎，你睇下係咪好準？阿傑睇完之後都呆咗一呆，心唔係嘛？真係咁積？你話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咁巧？係純粹巧合定係流年運勢真係有跡可尋？我話俾你聽，呢啲古老嘅智慧你可以唔信，但係你唔可以唔理，因為佢就係我哋老祖宗觀察咗幾千年嘅天地規律，由日月星辰嘅運轉到春夏秋冬嘅更替，佢哋發現人嘅命運同天地之間嘅氣場係息息相關嘅。所以當你覺得做乜都唔順嘅時候，唔需要太氣慫，因為可能只係個時辰未到，個天總會留返一扇窗俾你。你今日覺得好難捱嘅日子，查實係磨練緊你嘅心智，等你可以有能力去承接之後嘅好運。好啦，我哋而家就開始同你逐一拆解2026下半年邊3個生肖即將行大運，準備接財。你準備好未？第一個要講嘅就係燒鼠嘅朋友，屬鼠嘅朋友，你上半年係咪覺得好大壓力，好似俾一座無形嘅大山壓住，咁唞氣都有啲唔順暢？冇錯㗎，因為上半年你哋嘅流年運勢受到咗一啲沖犯太歲嘅影響，呢種影響令到你喺做決定嘅時候特別容易猶豫不決，好似企喺一個十字路口，唔知應該向左定向右。你本身係一個好聰明、好靈活嘅人，平時轉數好快，好多橋，好多 idea， 但係上半年你會發覺你嘅思緒好混亂，好似個腦入面塞滿晒棉花咁，好多嘢都諗唔通。明明以前好簡單嘅一個決定，你都搞到好複雜，左諗右諗都唔知點樣做好。喺事業上，你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小人喺你背後做緊啲小動作，明明係你嘅功勞，最後都變咗係人哋嘅。明明係你嘅 idea，最後俾人拎咗去領功。你開會嘅時候，
提出咗一個好有建設性嘅建議，嗰個建議係你諗咗好耐，揾咗好多資料，好有信心先提出嚟嘅，但係在場冇人出聲，大家都好似當你冇講過嘢咁。到咗第二日，你竟然聽到你個同事將你尋日講嘅嘢當成係佢自己嘅 idea， 同老細報告，仲要得到咗讚賞。你呢一下真係氣到爆炸，但係你又冇辦法，因為你冇證據，你唔可以衝出去話佢偷咗你嘅 idea， 咁樣人哋只會覺得你小氣或者係妒忌。呢種熬子食黃連嘅感覺係咪好難受？喺財運方面更加係反反复复。你以為今個月可以儲到少少錢，轉個頭又會有一啲意外嘅支出，可能係你部手機突然之間壞咗，要俾錢去整，一換個屏幕就唔見咗成千蚊。可能係你屋企嘅電器好似約好咗咁，一齊夾埋咁樣壞，換個洗衣機又唔見咗幾千蚊，冷氣機又開始唔動，又要使多筆錢。可能係你收到張牛肉乾，明明你覺得自己冇犯規，但係就係俾人抄咗牌，要俾罰款。總之嗰啲錢就係好難留得住喺你個袋度，就好似你隻手穿咗個窿咁，啲錢左手嚟右手去，令到你嘅積蓄一下子又冇晒。呢種感覺真係好折磨，好似你點樣努力都係白費嘅。你開始對自己嘅能力產生懷疑，覺得自己係咪真係咁冇用？但係由下半年開始，呢一切都會有翻天覆地嘅改變。隨住流年嘅五行氣場轉換，太歲嘅影響會慢慢退去，你嘅貴人運會突然之間變得非常之旺盛。你呢個貴人可能係一個你識咗好耐嘅舊同事，以前大家一齊共事過，之後各有各發展，好耐冇聯絡，突然之間佢會打電話俾你，話佢而家做緊嗰間公司有個好適合你嘅機會。佢第一個就諗起你，覺得你呢個人才唔應該被埋沒，可能係一個新認識嘅合作夥伴，你係一個好偶然嘅把兒，例如係一個講座或者係一個朋友嘅飯局嗰度認識到佢，大家傾落先發現，原來你哋嘅理念好相近，可以一齊合作搞啲嘢，一拍即合，甚至可能係一個你意想不到嘅人，一個你以前幫過佢，你已經完全唔記得咗呢件事嘅人，佢會喺你最關鍵嘅時刻出現，喺你身邊扶你一把，為你帶嚟一個你等咗好耐嘅機會。呢個就係因果，你以前種下嘅善因，而家終於結出善果。你嘅財運亦都會跟住呢股貴人運同步提升，之前簽唔到嘅單會突之間好順利咁樣簽到，以前傾極都傾唔掂嘅條件，對方會突然之間變得好順態，乜都話好。之前追唔翻嘅數會突然之間有翻着落，對方會主動打嚟話唔好意思啊，咁耐先找數，我而家即刻過俾你。總之成個感覺就好似你之前係逆風行船，行得好吃力，成日都俾啲浪打翻轉頭，而家突然之間變咗順風順水。特別要留意嘅係秋天之後嘅幾個月份，大概係農曆8、9、10月左右，係你財運最旺嘅時候。如果你見到有好嘅機會，千祈唔好猶豫，要果斷啲樣出手，因為機會呢樣嘢係一閃即逝嘅，就好似流星咁，你今次捉唔住，下次可能就要等好耐。不過燒鼠嘅朋友，你哋要記住，好運嚟到嘅時候，最忌嘅就係種。正所謂滿招損，根受益，呢句說話係易經嘅智慧，任何時候都適用。
你賺到錢最好都係低調啲，唔好周圍同人講你賺咗幾多，唔好喺朋友面前炫耀，唔好買咗新車新樓就即刻 post 上網晒命，因為你一高調，好容易就會惹嚟其他人嘅妒忌，亦都容易俾啲小人再次有機可乘。佢哋可能會喺背後講你嘅壞話，話你發咗達就不可一世，甚至會諗辦法去破壞你。靜靜地咁樣賺錢，靜靜地咁樣發達，呢個先至係長久之道。呢個世界唔少人係憎人富貴厭人貧嘅，你低調啲對自己係一種保護。第二個要講嘅就係燒虎嘅朋友，屬虎嘅朋友，你哋上半年嘅感覺係咪好似老虎俾人困住咗喺個動物園咁樣？你本身係好有力量嘅，好有衝勁嘅，好有霸氣嘅，天生就係一個領袖嘅材料，應該喺草原上面奔騰，但係就係唔知點解成日都俾一啲外在嘅嘢束縛住你嘅手腳，好似俾人撳住咗咁，完全喐動唔到。可能係公司嘅政策變來變去，令到你冇辦法大展拳腳。明明年初嘅時候，公司話今年嘅目標係要擴展，要進軍新市場。你寫好晒計劃書，準備好晒所有嘢，嗰份計劃書係你用咗幾個月時間，日諗夜諗先砌出嚟嘅。你對佢充滿咗信心，點知高層一個會議之後，突然之間話要改變策略，要審慎觀望，你成個計劃就咁樣被逼要擱置。你呢一下真係好似俾人淋咗一盆冷水咁，由頭頂凍到落腳板底。可能係身邊嘅人事關係好複雜，成日都有啲無謂嘅紛爭，消耗咗你嘅精神。你呢個上司同嗰個老細又喺度鬥法，你夾喺中間，左右做人難，你做乜嘢都要小心翼翼，好驚。因為得罪任何一個，你都冇好日子過。喺事業上，你好明顯感覺到停滯不前，原地踏步，你做乜嘢都好似俾人金手咁腳咁。呢種情況對你一個咁中意向前衝、咁中意做嘢、咁中意挑戰自己嘅人嚟講，真係一種折磨，甚至會開始懷疑自己嘅能力係咪退步咗，係咪自己已經冇咗以前嗰種淘氣。但係一踏入下半年，嗰個困住你嘅籠打開咗你嘅運勢，會嚟一個大洗牌。之前阻住你嘅障礙會一個一個咁樣自動消失。可能係個煩人嘅上司突然之間調咗去另一個部門，或者係佢自己都有麻煩，自身難保，冇時間再理你。可能係公司嘅政策又突然之間變得清晰返，話要全力支持你嘅計劃，仲要加碼俾資源你去做。你會突然之間睇得好清楚，知道自己嘅路應該點樣行。呢個時候你會迎嚟一個好大嘅轉機，特別係喺事業同埋新嘅合作機會上面。你呢隻老虎終於可以由個籠度跳翻出嚟，重新做翻百獸之王，喺草原上面盡情咁樣奔跑。你嘅果斷同埋勇氣會係下半年你最大嘅武器。一啲人哋覺得好冒險、好難做、風險好高嘅項目，偏偏就係你最擅長嘅。你敢去接，你敢去衝，你敢去承擔責任，最後嘅成果就會係屬於你嘅。其他人都喺度猶豫緊、觀望緊、分析緊風險嘅時候，你已經一馬當先衝咗出去。呢個就係你優勝嘅地方。所以下半年你最需要做嘅就係保持你敏捷嘅嗅覺，一聞到有機會，一聞到有絲襪嘅味道，就唔好有任何顧慮發出去。但係燒虎嘅朋友，我都要提醒你一句，
你嘅衝勁係你嘅優點，但係有時都會係你嘅缺點。你有時太過心急，太過想一步登天，太過想即刻見到成果，呢個係你嘅大忌。你有冇試過因為太心急而冇睇清楚啲細節，冇睇清楚合約入面嘅魔鬼條款，最後令到自己損失慘重？記住，就算運勢幾好，都要腳踏實地。做每一個決定之前，特別係牽涉到錢銀方面嘅，一定要停一停，諗一諗，俾自己一個冷靜嘅空間。最好就係揾一個你信得過嘅，比較冷靜，唔係咁衝動嘅朋友，同佢商量下，問下佢嘅意見，唔好俾人感覺到你係一個有勇無謀嘅人。當你將你嘅勇同埋謀夾藏起嚟，你先至係真正嘅如虎添翼，無人能擋。你要做一個有智慧嘅老虎，而唔係一隻淨係識得亂衝亂撞嘅。第三個要講嘅，亦都係最後一個，就係燒猴嘅朋友，屬猴嘅朋友。你上半年最大嘅困擾係咪就係人？你身邊好似特別多小人，呢啲小人佢哋唔一定係好惡嘅，唔一定係成日同你嘈交嗰種，但係佢哋就係喺你背後講是講非，做一啲小動作，搞到你嘅心情好煩躁，冇辦法專心做嘢。你可能會發覺，點解你同同事之間明明琴日仲好地地有講有笑，但係今日返到公司，佢哋睇你嘅眼神就變得怪怪地，好似你欠咗佢哋錢咁。好有可能就係有人喺背後講咗你嘅壞話，中傷你，做你嘅走。喺財運方面，你更加要小心，因為上半年你係好容易破財嘅。呢個破財一定係話你好大使錢使大咗，而係話你會遇到一啲人用唔同嘅方法，好有技巧咁樣去遊說你拎錢出嚟投資。佢哋可能會同你講，喂，呢個項目好好賺㗎，我自己都放咗好多錢落去，有錢齊齊揾先至話你知。呢個係內部認購，唔係個個都有機會㗎。又或者係扮到好可憐咁同你借錢，話自己等錢使，老婆病咗，仔女要交學費，好快就會還，仲會寫埋欠單俾你。但係最後呢啲錢都係一去冇回頭，連個人都消失埋，甚至會令到你惹上官非。你本身係一個好聰明、好有腦筋嘅人，你嘅分析力好強，但係上半年你嘅聰明才智就好似俾人封印咗咁，發揮唔到出嚟。你明明知道前面係個氹，但係唔知點解就係會俾人說服咗，好似俾人落咗迷藥咁踩咗落去。呢種感覺令到你覺得好委屈，好唔甘心，你會不停咁樣自責。但係由下半年開始，你終於可以撥開雲，路見青天之前，剪住你嘅嗰班小人會慢慢咁樣遠離你。可能佢哋自己顧住自己嘅嘢，冇時間再理你。可能佢哋嘅嘥計俾人識穿咗，自身難保。可能佢哋揾到另一個目標，轉移咗視線。總之，你身邊嘅磁場會變得乾淨翻好多，你嘅頭腦會變得非常之清醒。之前好似有層霧遮住咁，而家突然之間清晰晒，分析識力同埋判斷力都會翻晒嚟。唔單止你嘅正財，即係你嘅工作收入會變得非常之穩定，有所增值，仲可能有升職加薪嘅機會。你嘅偏財運都會一齊嚟。乜嘢係偏財？即係你可能買下六合彩，會中少少獎，中個幾千蚊，你可能收到風，有個好短嘅投資機會俾你賺到一筆快錢。總之，財路會四方八面咁樣搵過嚟你嗰度。
就好似突然之間所有嘅水管都一齊開咗咁。不過稍後嘅朋友，你要記住，上天俾咗個咁好嘅頭腦，你係要你用喺正途上面。你下半年嘅運勢好好，但係你都要揀啱正確嘅跑道，唔好因為一時嘅沉船就用你嘅聰明去走一啲法律啦，或者係做一啲投機取巧偷呃拐騙嘅事。正所謂出得嚟行，預咗要還。我呢個世界係有因果嘅，你種咗善因先至會得到善果。將你嘅聰明用喺幫人，用喺正當嘅生意上面，用喺建設性嘅嘢上面，你呢一波嘅好運先至可以行得長遠。如果你用佢嚟作惡，就算俾你賺到一筆快錢，最後你都係會因為其他嘢而輸翻出去，甚至輸得更加慘。好啦，3個生肖都講完啦，你或者你屋企人有冇中到？如果中咗，我喺呢度真係要恭喜你，希望你好好咁樣把握住呢個天主嘅良機。但係喺你開始好興奮咁樣諗住啲錢會點樣跌落你個袋之前，我想同你講一個更加深層次嘅道理。呢個亦都係我哋越聽越順呢個頻道最想同你分享嘅嘢。你試下諗下，如果個天話俾你知，你聽日一定會中6合彩頭獎，但係你連落街買張彩票都懶，覺得好麻煩，或者係唔相信自己會有咁好運，咁你話呢筆橫財最後會唔會係你嘅？當然唔會。所以我想同你講，運勢係天時，但係把握係人事，兩樣嘢係相互相成，缺一不可嘅。流年運勢只係一個參考，佢就好似天氣佈局咁，話你知聽日會出太陽，會係一個好晴朗嘅日子，但係你都要自己行出去先至可以曬到個太陽，感受到嗰份溫暖。你如果成日都留喺間黑麻麻嘅房度，唔肯行出嚟，就算外面個太陽幾咁猛烈，你都係感受唔到。真正嘅接財係你識得喺機會出現嗰一刻，你有足夠嘅準備，足夠嘅能力去把握得住佢。如果運到咗，但你嘅人未到，你嘅能力未夠，你都係會白白咁樣錯過咗個機會。所以如果你係呢3個生肖嘅人，你更加要打醒12分精神，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你喺好運到之前就要裝備好自己，學多啲嘢，做好你手頭上嘅工作，建立好你嘅人脈，咁樣當個機會一出現，你就可以即刻捉得住佢。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可以點樣做先至可以好好咁樣接住呢一波財運？我有幾個好實用嘅建議俾你。第一，你一定要主動出擊，唔好喺度被動咁樣等。運到下半年係適合你去主動認識新朋友，接觸新機會，開拓新市場嘅時候，唔好再收埋自己喺個舒適圈度。你要走出去俾人見到你，去參加多啲聚會、講座、行業嘅交流活動，去見多啲人，去派多啲名片。你嘅機會就喺呢啲人同人嘅交流之中。你永遠都唔知你下一個貴人會喺邊一個把兒出現。第二，理財方面要記住開源同節流一樣咁重要。就算你運勢幾好，賺到幾多錢都好，都一定要分實理財，唔好因為啲錢嚟得易就亂咁使，買埋晒啲冇用嘅奢侈品，或者係盲目咁樣去投資。人哋話買邊隻股票你就去買，要俾自己留翻一條後路，積國防。好多人一有錢就身痕，亂咁買嘢，亂咁投資，最後好快就打回原形，甚至仲衰過以前。第三，
你要留意返流月嘅變化，唔係成個下半年都係一帆風順嘅。每個月嘅運勢可能都會有啲微妙嘅上落，有啲月份可能特別旺你，有啲月份可能你要小心啲。記得留意住我哋之後嘅影片，我會每個月都同你分析當月嘅運勢重點，等你可以退吉避凶，知道幾時應該進取啲，幾時應該保守啲。第四，就算你嘅生肖唔喺今日個名單入面，你都唔使灰心，記住命運永遠都係掌握喺你自己手入面，你可以靠住你嘅努力，你嘅智慧同埋你嘅正面心態去創造屬於你自己嘅翻身機會。你條命係由你自己去寫嘅，而唔係俾一個生肖或者一個流年運勢去決定你嘅成敗。千祈唔好俾呢啲框框限制咗你無限嘅可能性。你要相信自己，你嘅潛力係可以超出呢啲預測嘅。最後，我要認真咁樣同你講，任何牽涉到重大嘅投資決定，你千祈唔好單憑今日嘅生肖運勢就冒不然咁樣去做，一定要經過審慎嘅評估，做足功課，甚至係請教專業嘅理財顧問。呢個世界冇包生仔嘅嘢，更加冇包賺嘅投資。如果有一個人同你講有個投資係穩賺嘅，佢好有可能就係一個騙子。講到最後，我想同大家講，2026下半年運勢大洗牌，機會就喺眼前。你準備好去接住屬於你嘅財富未？你準備好去迎接你人生嘅新一頁未？最後，我想問下大家，你或者你屋企人有冇今日講嘅呢3個生肖？你下半年又有咩財運大計？歡迎你喺下面嘅留言區分享你嘅故事同計劃，等我哋一齊交流下。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話唔定佢就係下一個行大運嘅人。如果你中意我哋呢種用理性嘅角度去解讀傳統文化嘅方式，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仲有點擊個通知鐘。下一集我哋將會講另一個更加精彩嘅話題，你絕對唔可以錯過。約定你，我哋下一集再見。